来咯！今天阿龙给大家带来2只港人最喜欢的灰贵。贵妇犬在香港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，那灰贵是不是更有不一样的韵味呢？来看一下阿龙手上这一只，你看它的眼睛圆溜溜的，跟个葡萄眼一样，嘴巴也非常的短，只有1指移不到，然后鼻头也是非常短翘的，而且它的脸上已经开始反胃了哦。体型也是十分的小巧，长大之后大概在5到6斤左右。哇，再看一下第2只，这只的毛量跟小狮子一样，非常的浓密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而且它的性格非常好，你看抱在身上都不动的，随便拉都行。小时候黑灰傻傻分不清，来，阿龙教你一个小技巧，我们拨开它的毛发，看一下是不是灰色的。如果它的毛发根部是灰色的，那它就是灰贵。灰贵的数量少之又少，阿龙家日常只有5、6只哦。想看每只小宝的照片，赶紧来滴滴我哦。